下去吧。大王，臣妾与相妃单独相处确实不假，但臣妾没有毒害相妃，还望大王明察。你去章华台干什么了？臣妾听说相妃受了不少委屈，难免恻隐，原打算到章华台去安抚她一番，没想到见到相妃之后，我们彼此言语不合，臣妾便恼怒地回宫了。哦，谋害相妃定是另有他人。哼，你别以为死无对证。相妃在毒发身亡之前，已将害她之人的姓名告诉了寡人。哼！是王后。大王，相妃定是受人指使，在诬陷臣妾。闭嘴！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更何况相氏性情纯良，可正因如此，才屡遭暗算，丢了性命。而你却说他诬陷你，大王！大王息怒！大王！大王息怒！大王，你旧伤未愈，万万不可动怒啊！滚开！你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让寡人如何不怒？大王，不必多说，你我已经走到头了。大王，你出去，回你的高堂台去，别让寡人再看到你。王后，奴婢服侍您吃点东西吧。王后，这粥啊是奴婢让膳房。王后当心！当心！7年前你就该叫我当心了，当心那贱人项氏和毒妇狙击。王后不必过于烦恼，终会有解决困顿的办法。糊涂！项氏已死。无论是不是我下手，我都脱不了干系，更何况我失去了大王的信任。这20多年来，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从未有个大的差池。如今我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他们想用那项氏的烂命换我的命，我若倒下了，下一步就是太子了。王后，儿臣拜见父王。你来干什么？父王，项氏之事，其中必定还有其他曲折。母后一贯宅心仁厚，必定不会做出此等毒辣的事情。他宅心仁厚？哼！这些年，他在宫中做了多少龌龊之事？你是故意视而不见，还是装聋作哑？父王，母后再有错，那也是父王的结发妻子，也是儿臣的生身之母。望父王看在夫妻情分和与怀儿的父子情分上，能够高抬贵手，宽恕母后。夫妻情分，父子情分。你母亲若对我真有情分，就不会背着寡人在宫中杀戮无辜、残害寡人枕边之人。而你竟不明是非，为那恶妇求情。可父王这一时之怒，已经引得宫里平起风波。这么下去，人心难免不稳，只怕会……闭嘴！你不明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口口声声为那罪妇申辩，
还不是因为他一贯袒护你的短处。尽管你无能，你好色，你自以为是，可在他眼中，你仍是贤明圣主，是大楚的不二储君。大王保重龙体。你即刻给寡人从这儿滚出去！大楚没有你这样的太子，寡人也没有你这样的逆子。父王，滚！大王息怒。大王保重啊！大王的龙体无妨，寡人只是一时气滞。你这是？哦，魏国使臣送来了一份国书。放这儿吧。大王，气滞，皆因情志不畅，饮食邪气，君子饮酒3绝而止啊！王后忤逆，太子不成器。这大楚若是交到他们手里，必会被他们败掉。家门不幸，寡人何以解忧？大王，难道打算废后废太子？此事重大，干系国本，大王还需慎重啊！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下去吧。大王，给寡人斟酒。你们不要伤心，你们已经跟你们娘亲告过别了。大王会风风光光的送走你们母亲的。王后为什么要害死娘亲？嘘，这里是后宫，不害人不能活。可我娘亲从不害人。蓉儿，我的好孩儿，过不了几天，你那个没用的哥哥米怀就会被赶下太子之位。大王对你另眼相待，说不定哪天会立你为太子，你就是未来的大王。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何为连城之家？就是指你们母亲的性命。我只想要我娘亲活着。不许说傻话！你们娘